迎 click 入中醫答問區。係啊，有意思啊！今集嘅問題可能小男士都想知道喎。係啊 ，Vicky， 今集嘅問題係性功能嘅障礙係咪都係因為腎虛所致嘅呢？男士有性功能障礙，例如好似不舉、早泄、陽痿呢啲問題，多數都好難以啟齒嘅，又唔敢去睇醫生喎。所以有啲人呢就覺得自己服用一啲偏方、驗方、補腎壯陽就可以解決問題。我知道好多時性功能有障礙都唔係因為腎虛，例如下焦濕熱、肝氣鬱結、陰虛火旺、氣滯血瘀，都會引起性功能障礙㗎。係啊，如果淨係立亂胡亂咁去補腎嘅話，有時就會弄巧反拙添。所以如果有呢方面嘅問題嘅話，最好都係唔好怕尷尬，及早求醫，以免拖延病情，阻礙康復。希望今集解答到你嘅問題啦，下集見，拜拜。